等一下由我们最尊敬的蔡总统跟我们苏院长会到场，还有我们民进党宗教部的总召李正健先生，还有我们副总召林永坚先生，还有我们林市长林佳龙，还有我们这个国民党中常委沈智慧沈立委，还有我们各支脉的前人领导点传师，还有各位摊主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各位贵宾、各位领导前贤、各位点传师及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是我们在全球第3个一贯道总会成立30周年的庆典日子。承蒙天主师德、老祖师师尊师母圣德利用一贯道全体道亲，大家集会共同庆祝30周年，共同缅怀师母老大人、道长及各位老前人、前人辈花心漂洋过海来台湾度化众生，不辞千辛万苦，不为任何考验折磨，金刚愿力，矢志不移，艰苦周全，护持追随师尊师母圣脉慧命，将神圣的大道传到台湾宝岛。自从1988年成立了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，各主线领导前人辈及历届理事长、理事、全体道亲共同努力推动弘扬大道，在平安的环境下有利于道路的推展。市容工商经济学界各界人士道亲与日俱增，迅速发展。各道场道路也更加蓬勃红展，在海外开发亦顺利开展，陆续在美国、日本、东南亚等各国共成立14个一贯道总会，在全世界5大洲80多个国家都有一贯道的道经在传道办道，道场万国九州，已非遥不可及的口号，而是师尊师母天命继续领航，白羊普渡各道场道脉永续传承的见证。活佛师尊曾经持勉，以修道办道为宗旨，以济世救人为信念，以仁义忠孝为本论，以圣贤先佛为标杆。一贯道全体道经直指总会30周年，持续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，走入社会，造福人群，为千万众生谱出一条康庄大道，为千万众生开创一片修办圣地。两岸宗教文化交流，海内外学士调研的脚步正在进行。持续努力，从不间断，共同期盼老水还长、平安修办的时代早日实现。后水提出几点建议，与全体同修共同期许与勉励。第一，忠于自己。不断反观、时时审查，自我提升、精益求精，赡养浩然正气，内外攻打圆满。因为我们每一位道亲都代表着一贯道。第二，忠于使命，发扬前人辈的修办精神，人为己任，任道众言，精诚修办，一心表天。
重新发愿报恩了愿，弘扬弘法利生，共担普渡使命。第三，忠于道场。对于所处主线道场，不分彼此，和谐合作，同心修办，敬老尊贤，守忠尽力，护持道场，永护道场，提倡天恩师德，传承师尊师母圣德天命，追随老前人前人慈悲的引领，紧追道场进线，正知正信，正法正传，护持圣脉永续。第四，忠于众生，效法菩萨慈悲喜舍，树亮心，以人机己机，人力己力，发扬济公精神，博施济众，老安少怀，广度有缘，人人快乐修办，红灯彼岸，实现人间天堂。第五，护持会务的推动，更要发展道务，同心同德，团结合作，持续栽培人才，开创道场，建设道场，同心协力，共架法船，薪火相传，绵延盛宴，惠命永昌，道弘全球，道传天下，再创白羊奇迹。最后，我们恭祝总统政功康泰，院长及各位贵宾吉祥如意，身体健康。韩老荣誉理事长，各位领导前人，圣功康泰，各位典传师，各位全贤大德，道务宏展，圣环如意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热烈掌声，王理事长。我们欢迎理事长旁边就位，我们准备恭迎总统在这地方，在这里好，各位与会的嘉宾，我们现在即将在1分钟，我们国家的总统，我们的即将莅临大会会场，为我们今天一贯道总会30周年给我们致辞。第二个，给一贯道总会给我们颁奖。好吧，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会有相关人员为我们切蛋糕。在这个时候，也介绍一位我们长期来对一贯道做我们的支持者，而且带着两岸交流沈委员莅临大会会场，我们给沈委热烈掌声啊！